即个花莲的地动，若是造成财务的损失，变成问题嘛，第咧出现。花莲的本所原地拢是送去秀林乡和平村烧的，不过因为苏花公路下清水桥，目前大台车也无法度通行，地处本所敢若会当继续蹲伫咧花莲市的本所场。不过即马天气是愈来愈热，歹味的问题，也互附近的居民是感觉真困扰。 这是花莲市本所场，会使看到这本所塔甲敢若山同款悬。伫4月13大地动了后，毋但是民众的本所量愈来愈多，加上这营建物的废弃物嘛变多，所以这本所拢无法度处理。这本所场风尾差不多500公尺以上的民众，拢有可能会使闻到这臭味。热的话，味道就会更重。 当然，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会影响到啊。味道我觉得比较重。有时候有，有时候会没有。花莲大地动造成这苏花公路下清水桥断去，虽然已经紧急抢修，不过若是要让这运送本所的大型车辆通过，可能要等到6月。地动了后，花莲的本所量大大增加，只会使一直堆伫花莲市本所场，一礼拜收本所5天，每天就有64吨的本所入来。在大宗废弃物的部分，总共55公吨，那营建废弃物。 这个部分大概有18公吨。吴庆典表示，目前本所只会使暂时放伫外口，无要包起来。逐工拢有喷物件，互这个臭味变较少的。嘛已经请环保局斗相共协调，望会使先将部分的本所再去凤林中区掩埋场。 现在就是有启动这个紧急应变的机制。那因为现在天气炎热，那所以垃圾站置的话，还是要麻烦清洁队这边做一些消毒的动作。 不过，毋但交通问题影响到本所处理，原本负责气化花莲本所的台泥水泥窑，嘛传出因为地动受损，要到5月了后才会使运作。一定要等水泥要恢复生产，台泥的再生资源利用中心才能够开始启动，同步处理花莲垃圾。花莲的本所只要一天无运出去，未来累积破100吨的本所，爱安怎处理，拢是大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